20当来由金城高中代管的文社45棒球场，虽然对105年开始陆续整修，不过因为历史有高中的球队在使用，暗时甲假日也有万数垒球的赛联盟的使用相当频繁，所以后望生生的问题，厝顶甲球员休困的所在都已经老旧，真需要整修。对此，议会民政教育委员会接受陈情，前来关心。希望体育局除了金城高中以练习安全为主所规划400万整修费用以外，包括电光、公共便所以及积水的问题，买当列专案整体评估，进一步改善。在现场，我们有看到有些的设备真的是老旧了啊，包括我们没有一个室内的练习场。我想这室内练习场对一些选手在平常的培训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们没有看到啊这个室内的练球场，这是一点。还有啦他们休息室啦，包括我们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不止在平常的练习，包括在比赛也都是利用这个地方我们的棒球委员会也都是在这边做一个比赛联谊所以公厕也没有，公厕是非常老旧的，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配备这是最基本的配备。那当然，我们现在体育局已经成立了，我们希望这个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棒球场就是应该要把所有的基本的配备，我们应该要到位啦。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配合来把它整建。就是旁边的一些附属设备，包括牛棚这边的没有，还有一些刚刚议员所提到的一些卫生的设备，还有里边的一些器材室的这个整建我们都很希望来配合来帮忙。那上个礼拜我也跟校长来看过，我们这边的灯光确实有很多地方都需要再补强了那最主要这个地方是棒球队。金城国中的棒球队使用以外，慢速垒球的休闲运动的场地非常非常多的队伍在这边用了那所以我们希望把灯光弄好，晚上这些慢速垒球的人口也可以来这边打球，然后白天呢，金城国中的棒球队在这边使用，这样把竞技跟休闲的功结合在一起来使用。会场委员会成员嘛提醒市府一定要注意建物的合法性，有无符合的爱心解决。同时嘛，希望体育局除了该场地以外，嘛会主动体检其他球场，有迫切需要改善的，一并向中央争取，为所有球员安全甲方便性来把关。台南新闻，阮志林跟采访报道。